有嚟喎，有冇人有寫信㗎？有寫信，我覺得寫信係一種浪漫嚟嘅，而家呢個時代。希望大家將你最愛嘅人好好擺喺心入邊啦，得閒要寫信俾佢啦，將你想講嘅嘢毫不吝嗇咁樣寫喺信入邊啦，同埋珍惜仲會寫信俾你嘅人啦。送俾大家信箱。喺呢度咧，我成日都覺得咧，呢個音樂咧好似一個漂流瓶咁樣嘅，所以大家可以跟住一個海浪咁樣搖啊搖啊，當自己係一個漂流瓶。信箱，沉默的信箱，投入了無限的信仰。我知道這裏有想像，我想有天可以獲得理想。你寫的信也不算長，信紙裏每一句帶領我路向，別再將一切垃圾、一切邋遢塞滿你的信箱。願你的所有頑強，所有善良能寄到最愛的人手上。若這刻天地分隔，這一封信可會記得我嗎？願每一封信寄來，不講感慨，只講你看到每一片海，前挑啊將來。可唔可以一齊舉高你哋隻手啊？ 我想有天可以獲得理想，回望這沿路的漂亮。我知我要比我過去還倔強，別再給一切邋遢、一切邋遢改變你的模樣。像信紙般在翱翔，翩翩飛向，還會寄掛你的人手上。若這刻天地分隔，這一封信可會記得我嗎？願世間所有別離都有限期，好好告訴我那邊的天氣。擁有的只有僅有的白紙一張，我想要抵抗的使我孤獨的那片太陽，我用全力盡力富貴喺你，這一世只需要盡盡我的不羈。Thank you。去到我哋最